路雲 Phoebe 女僕嬸硬闖動漫節，佢可能適合一啲日本嘅電影事業嘅，即係3級嗰種咯。3級係可以恐怖嘅，咁3級都有。咁佢露得咁開心，我覺得即係可以嘗試下離開香港發展嘅，係啊。咁我祝佢大紅大紫啦！梁朝偉都拍3級片啦，我覺得如果遇到好嘅劇本，我又唔介意咯。如果我做主角嘅話，我一定留翻個配角俾佢做咯。佢哋互踩惠谷寫真，但聽日書展就閉幕啦，仲未分到勝負噃。唔怕，唞2日，動漫節就開鑼啦，到時 cosplay look 再鬥過咯。只拍34D 巨乳浪扶手梯嘅 Phoebe 冇咁嘅機會啊！寫真意識大膽，加上早2日又自爆夜場被搏懵，動漫節大會驚佢到時忽然掛暴雨警告，搞亂個場，已經出咗警告信，要求佢禁足啦。都想入去咯，因為動漫節都幾好玩啊嘛。我都幾中意玩 cosplay， 同埋今次我會即係會推出攬枕啊，一啲 iPhone case 咁樣咯。咁漫畫就叫做純真女僕，會係有一個女僕造型咁樣見大家咯。懶你封殺令，咁可以擔定凳仔，等睇你同 Gina 再空戰啊！暴雨女僕鬥不倒空貂蟬，點可以 miss 啊？